用3分鐘熱度為生活帶點溫度。大家好，我係暴龍姥姥，30加裸辭學滑板。今日講下新手滑板學啲乜。首先熱下身先，做個 half flip 先。咦，好似仲記得，哇 easy 啦。之後就係基本功中嘅基本功，tip-tap。呢個係用嚟控制方向同增加動力。雖然好似喺度扭計咁，但其實好考平衡感同腳踝嘅力。跟住挑戰下 backside kick turn， 轉向嗰陣重心要放好，唔係就會好似我咁失重心，差啲成個人飛出去。仲有 frontside kick turn， 我覺得 frontside 係難過 backside 㗎，因為視線會被遮住，更加要靠身體嘅感覺去帶動塊板。呢招簡單而隆重嘅 pop into hand， 雖然呢個失敗片段真係好廢，但練多幾次，側板都可以好有 style。練完呢啲基本嘢，係時候挑戰大佬啦！正式踏入新手 Ollie 地獄，究竟要跳幾多次先可以離地呢？話說我啱啱去完8日旅行返嚟，成個禮拜冇練過，啲感覺真係走晒。今日要重新 pick up 返。想知姥姥喺 Ollie 地獄點樣掙扎求存？記得留意下回分解。下次見。